希望咱鼓励感谢一下哦，给咱台湾这个鼓励感谢一下哦。希望因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哦，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哦。那头拄你讲到就是讲咱的这个大校队啊吼，今仔日吼咱在座真侪老师、真侪专家、真侪高手吼。但是若讲到这个大校队啊，咱光山这个业师这个执行的大校队啊吼，那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吼，真有可能啊，是咱台湾大校队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吼，伊是直接对泉州的南湾吼来到咱台湾吼，来到咱台湾呢就保留伫台湾，即摆去大陆找无这种推演员，找无这种大员吼。所以头拄特别甲各位报告，就是讲，咱今来看真侪推演员，但是因这个推演员吼，外看软细软细，但是你若低某叫点着全稳落去哦，顶早业师就是，一个医院来时吼，低某来点着全稳去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软细的人吼是无共款的人吼，嘿，好，过来就是因为系列带来吼，因为樱春吼系列咏春的这个拳术啊，来，他就是画家哦，林阳。